呢個係一個令人難以置信嘅故事，佢詮釋咗真正嘅奢華。一位坐擁超過1500億新台幣財富嘅杜拜王子，竟然喺台南安平嘅一間小茶館裏落下咗眼淚。點解呢位居住喺7星級酒店黃金宮殿中，過住世界上最奢侈生活嘅皇室成員，會喺一個僅3坪大嘅簡樸茶館裏突然放聲痛哭呢？呢一切都始於3週前，當時佢哋正結束東南亞嘅訪問，準備返回杜拜，但喺台灣海峽卻形成咗一場強大嘅颱風。出於安全考慮，佢哋不得不進行緊急迫降，降落喺桃園國際機場。您知道嗎？呢位皇室成員習慣於住喺鑽石裝飾嘅宮殿中，佢哋嘅世界觀被台灣嘅簡樸善良同自然美景徹底改變咗。從黃金馬桶到對普通廁所嘅震驚，從價值數百萬新台幣嘅晚餐到一碗50蚊台幣溫暖鹹粥帶嚟嘅感動，從人造園林到面對一座山脈嘅自然美景而流下嘅淚水。呢位王子返到杜拜後所做嘅一切，震撼咗整個中東。佢哋到底喺台灣睇到咗乜嘢？現在，請允許我李奧雷斯作為呢3週來皇室家族嘅私人翻譯，為你哋娓娓道嚟。喺我哋開始之前，如果你能夠為呢個頻道點讚同訂閱，呢個將係我分享更多關於台灣故事嘅巨大動力。大家好，我係李奧雷斯，我已經為杜拜皇室擔任專屬翻譯10年啦。我嘅父親係黎巴嫩人，母親係台灣人，正因為我精通5種語言，皇室家族僱用咗我。哈姆丹王子係杜拜王位嘅第2繼承人，現年35歲。佢與妻子法蒂瑪公主、9歲嘅長子奧馬爾王子以及6歲嘅小女兒艾莎公主，一家4口出行。王子嘅財富估計達1500億新台幣。佢哋擁有帆船酒店頂層嘅私人樓層，全球30座別墅、12架私人飛機同8艘超級遊艇。嗰日，王子一家本應結束喺新加坡同泰國嘅投資會議，返回杜拜，但台灣海峽上空形成咗一股強大嘅颱風，關閉咗所有從東南亞飛往中東嘅航線。桃園國際機場 TPE 被選為最安全嘅備降機場，以確保皇室家族嘅安全。王子聽講過台灣不斷增長嘅經濟，認為短暫停留唔會有問題。然而，佢哋抵達桃園機場嘅第一印象係，呢度比佢哋想象嘅要簡單。與光彩奪目地杜拜國際機場相比，公主對桃園機場嘅樸實感到驚訝。但當移民程序開始時，第一個驚喜降臨咗。王子期待住貴賓待遇，卻發現雖然機場工作人員好有禮貌，但並唔會過度鞠躬。佢哋展現嘅係一種自然嘅尊重同台灣人特有嘅善良。嗰一刻，王子感覺到嘅唔係對權力嘅畏懼，而係作為一個人所獲得嘅尊重。最令人震驚嘅係行李領取區。喺杜拜，皇室家族嘅行李會被送到一個特殊嘅通道，但喺台灣，佢哋同其他普通乘客一齊喺同一條輸送帶上等待。艾莎公主好奇地問，為點解冇為我哋準備特別嘅地方？但佢好快就明白咗答案。所有乘客都受到平等且優質嘅服務。從機場到酒店嘅交通亦係一次難忘嘅經歷。雖然有豪華轎車等候，但工作人員建議，如果使用一輛高級商務車走高速公路，會更快、更舒適。於是，皇室家族第一次體驗咗乘坐類似公共交通工具嘅感覺。當商務車駛上高速公路時，一個新嘅世界向佢哋敞開。王子一家入住嘅係台北信義區一家頂級酒店嘅套房。但與佢哋嘅杜拜宮殿相比，房間顯得簡約。公主甚至擔心水晶吊燈會唔會係塑膠做嘅，儘管事實上佢係由最高級嘅水晶製成嘅，因為喺杜拜，吊燈通常鑲滿珍珠。然而當王子望向窗外時，佢嘅表情變咗。呢個唔係人造嘅美麗，而係一種自然嘅和諧。佢靜靜地低語，凝視住與綠色植物完美融合嘅城市建築群。當佢哋喺酒店嘅花園裏面散步時，第一次巨大嘅文化衝擊來襲啦！喺杜拜，花園亦是人造嘅，為咗讓沙漠裏面長出植物，每個月需要花費數百萬新台幣嚟維護。然而，台灣嘅花園卻利用咗亞熱帶嘅自然美景，經過精心考量，但又順應自然。點解佢如此美麗，睇起嚟卻不昂貴？王子問道。酒店工作人員解釋話，台灣嘅美學專注於通過去除過多嘅裝飾嚟展現事物本身嘅真實形態。呢句說話動搖咗皇室家族一直以嚟嘅信念。午餐時，佢哋喺酒店內嘅台灣餐廳用餐，享用咗一份精緻嘅套餐。
王子習慣咗用從世界各地空運嚟嘅最頂級食材製作嘅菜肴、餸露、魚子醬同鵝肝，對佢哋嚟講係家常便飯。但當佢睇到盛在簡樸陶器裏嘅台灣菜時，佢起初對食材嘅普通感到困惑，但品嘗咗一口之後，佢嘅表情變咗。呢個係乜嘢味道？佢問道。廚師解釋話，呢啲蔬菜嚟自台南嘅有機農場，喺肥沃嘅土壤同純淨嘅水源中精心種植。我哋重視當季嘅食材，並帶出佢哋嘅天然風味。廚師話，王子一直以嚟都認為昂貴就等於美味。佢發現一盤只價值幾百塊新台幣嘅清炒高山高麗菜，比數百萬嘅餸露有住更深層次嘅味道。我為點解而家先知道？王子低聲自語。下午，佢哋計劃參觀9份老街。首先，一家人喺古老嘅建築前拍照。喺杜拜，所有地方都有人造燈光同設計，以便喺社群媒體上吸睛。然而，9份嘅石牆已經矗立咗數百年。雖然係旅遊景點，但佢保留咗日常生活嘅氣息，歲月嘅痕跡反而增添咗佢嘅美感。佢哋喺散步時睇到一位70多歲嘅阿媽喺一個傳統嘅爐灶上製作芋圓。喺杜拜，呢個年紀嘅人已經唔再工作，所有事情都交俾僕人完成。但呢位阿媽已經喺同一個地方做咗40年嘅芋圓，一個一個地用心製作。王子嘗咗芋圓後，再次流下咗眼淚。呢比任何昂貴嘅甜點都美味。呢個係用一位阿媽嘅心意製作嘅。喺蒙格龍山之內發生咗最難忘嘅時刻之一。遊客、當地居民、富人同普通人都喺一齊祈禱。喺杜拜，你越富有，你就越能獲得特殊待遇。但喺呢度，喺神佛面前，人人平等。王子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處喺一個不被視為特殊人物嘅地方。當佢意識到呢種感覺係如此輕鬆時，佢感到驚訝。晚上，佢哋喺一家以牛肉麵聞名嘅著名餐廳用餐。喺呢度，王子又有咗新嘅發現。廚師精湛咁切住牛肉，每一刀都無可挑剔。呢個過程好快，但喺嗰幾秒鐘裏面，卻蘊含住數十年嘅技能同經驗。喺杜拜，花時間被認為係奢侈，但喺呢度，短暫時間內追求完美嘅美學，一位匠人嘅精神，原來亦係一種奢侈。王子低聲話。第二日，佢哋前往阿里山。雖然可以乘坐私人直升機，但王子選擇咗坐車。我想慢慢地欣賞南部嘅景色。佢話，車窗外掠過嘅綠色茶園同雄偉嘅玉山山脈，令皇室家族讚嘆不已。呢個與杜拜嘅人造結構截然不同。呢個係大自然同農民共同創造嘅美景。最令人驚訝嘅係車內嘅寧靜，冇吵鬧，有人喺閱讀，有人喺睇窗外。每個人都喺安靜地度過自己嘅時間，呢個亦許先至係真正嘅文明同奢華。公主輕聲話，抵達阿里山後，佢哋參觀嘅第一站係一座歷史悠久嘅廟宇。當王子睇到鍍金嘅祭壇同神像時，佢最初感到高興，因為佢同杜拜宮殿嘅金色美學相似。但當佢仔細觀察時，佢注意到佢哋係不同嘅。廟宇嘅金色裝飾與周圍嘅古老石頭同藝術相得益彰。香燭嘅氣味，虔誠嘅信徒，充滿歷史痕跡嘅柱子，一切都充滿咗故事。杜拜宮殿裏嘅黃金係用嚟炫耀財富嘅，而呢度嘅黃金係為咗表達對神明嘅虔誠同對心靈嘅希望。同樣係黃金，意義卻大不相同。王子深思。嗰日下午，佢哋計劃體驗台灣嘅茶道文化。佢哋被帶到台南安平一條隱蔽巷子裏，一棟老房子改造嘅茶館。王子感到驚訝。因為與宮殿嘅房間相比，呢個地方非常細，裝飾亦非常簡單。但當茶道儀式開始時，佢明白咗呢個空間嘅用意。因為冇任何多餘嘅東野，所有嘅注意力都集中喺高山茶嘅香氣、茶點嘅美味以及與同伴嘅交談上。從茶館嘅窗戶望出去，可以睇到一個小花園，裏面只有一盆蘭花，僅僅咁樣就足夠美麗啦。王子想起咗佢哋宮殿裏嘅花園。一個有住上千種花卉嘅廣闊花園，但因為花太多啦，佢記唔住任何一朵花，一朵花比1000朵花更美。呢個就係簡約嘅美學。王子明白啦。茶館嘅主人話，喺台灣，我哋有一個叫做滿足嘅概念，呢意味住珍惜我哋眼前嘅祝福同機會。呢個就係為解我哋全心全意咁為客人準備呢杯茶。喺嗰度，王子意識到佢生命中嘅每一日都係重複嘅奢華。儘管佢花費巨資嚟創造特殊嘅時刻，
但真正嘅特別卻在於內心。喺茶館裏飲茶時，王子默默地流下咗眼淚。原來如此，呢先至係真正嘅奢華。飲完茶後，發生咗一件意想不到嘅事情，佢哋嘅酒店預訂出咗問題。原來係連續假期，阿里山所有嘅酒店都客滿咗。當導遊抱歉地解釋時，茶館嘅主人開口啦：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不如先住到我哋屋企吧。我哋嘅屋企好簡單，但你可以體驗一個普通台灣人嘅生活。戀愛數，皇室家族感到震驚，邀請一位皇室成員到普通公民家中，呢喺杜拜係不可想象嘅。但佢哋被主人嘅善良所感動，同意咗。主人嘅家係阿里山山腳下一棟30年歷史嘅房子，同宮殿相比，佢非常小，但一進門，佢哋就感覺到了一種特別嘅溫暖同愛意。主人一家，一個喺成功大學讀工程嘅仔，同一個喺台南女中讀高中嘅女兒，最初對皇室嘅突然造訪感到緊張，但佢哋立刻用微笑同台灣人特有嘅熱情接待咗佢哋。晚餐係全家人一齊準備嘅家常菜，冇昂貴嘅食材，只有3杯雞、清蒸魚同炒青菜，但每道菜都充滿咗愛。最令人驚訝嘅係談話。食飯時，計仔分享咗佢喺大學嘅項目，女兒分享咗佢嘅課外活動，全家人一齊歡笑。王子意識到喺杜拜嘅宮殿裏，佢哋好少一齊食飯，每個人都好忙碌，經常獨自食住僕人準備嘅食物。但喺呢個屋企，一家人圍住圓台，分享住佢哋一日發生嘅事情。有一種財富係金錢買唔到嘅。飯後，家人為佢哋準備咗瞓覺嘅地方，與杜拜嘅特大號床相比，呢只係地板上嘅簡單床墊，但不知何故，佢非常舒服。嗰日晚上，艾莎公主發燒啦，佢似乎因為陌生嘅環境而感到疲憊。主人一家好似自己嘅孩子生病一樣擔心。主人嘅妻子整夜守住佢。喺杜拜，公主生病時會有私人醫生提供昂貴嘅藥物，但喺呢度有嘅係一個家庭溫暖嘅照料，一碗熱騰騰嘅清粥，一塊放喺額頭上嘅冷毛巾，以及一位母親守護住佢嘅愛。公主喺生命中第一次得到咗金錢買唔到嘅愛。第二天早上，公主嘅燒退咗，佢對主人嘅妻子話：阿姨，多謝您。公主從未對自己嘅母親講過呢啲說話，因為喺宮殿裏，所有嘅事情都由僕人完成。當佢哋告別嘅時候，整個皇室家族都流下咗眼淚。雖然佢哋只住咗一晚，但佢哋感受到咗真正嘅家庭溫暖。兒子對王子話：即使我哋冇幾多錢，只要有家人就好開心啦。我哋唔富有，但我哋每日都好快樂。王子回答：我哋可以買到一切，但我哋買唔到呢種溫暖嘅親情。你哋教會咗我乜嘢係真正嘅財富。呢段經歷徹底改變咗皇室家族嘅世界觀。佢哋親身體驗咗金錢買嚟嘅奢華與金錢買唔到嘅財富之間嘅區別。嗰日晚上，皇室家族入住咗一個喺台中嘅溫泉度假村。喺經歷咗茶館主人家嘅體驗後，任何酒店對佢哋嚟講都顯得太過豪華啦。當佢哋泡喺溫泉裏嘅時候，王子感受到咗佢一生中最棒嘅放鬆。呢個唔係一個用金錢打造嘅人造水療中心，而係大自然創造嘅真正溫泉。佢不僅溫暖咗身體，亦溫暖咗靈魂。晚餐係簡單嘅菜餚，用山裏嘅食材製作，比如竹筍湯同各種野菜。每道菜都充滿咗廚師嘅心意。度假村嘅老闆為每位客人提供咗個性化嘅服務，唔係因為金錢，而係因為佢純粹希望讓客人高興。呢個就係台灣嘅人情味。王子心想，喺杜拜，如果你俾錢，你可以得到最好嘅服務，但嗰係基於合約嘅服務。喺呢度，佢得到嘅係發自內心嘅善良。第二朝早，當佢喺度假村嘅花園裏面散步時，佢遇到咗一位園丁。雖然佢已經80多歲啦，但佢每日仍然喺度打理花園。你點解咁大年紀仲喺工作？王子問。老人笑啦，回答：如果花園唔漂亮，客人會覺得丟臉。我已經守護呢個花園40年啦，呢個係我嘅生命價值，我嘅尊嚴。王子感到震驚。喺杜拜，人們為咗金錢而工作，但呢位老人係為咗尊嚴同責任而工作。乜嘢係真正嘅財富？王子自問。第3日，一個意想不到嘅消息傳嚟，颱風已經消散，航線再次開放，皇室家族可以回家啦。但佢哋嘅表情好複雜，除咗高興，仲有悲傷。尤其係艾莎公主，佢眼裏含住淚水。我仲想留喺台灣。回到杜拜，
又係同樣嘅生活，但喺台灣每日都有新嘅發現。喺返回桃園機場嘅路上，王子做咗決定，我哋唔應該浪費呢一次經歷。回到杜拜後，我必須做出改變。喺桃園機場嘅出境大廳，王子對我話：李奧先生，我喺台灣學到咗生命中最重要嘅一課，真正嘅奢華係金錢買唔到嘅東西。當飛機飛往杜拜時，皇室家族凝視住台灣嘅風景，直到最後一刻抵達杜拜後，一隊豪華車隊好似往常一樣迎接佢哋，但王子嘅心卻留喺咗台灣。返到宮殿，王子報告咗呢件事，閃閃發光嘅金色裝飾同巨大嘅吊燈，突然睇起嚟好俗氣。佢曾經習慣嘅奢華，現家顯得空虛。王子做嘅第一件事，就係將宮殿裏嘅一個房間，按照台灣嘅簡約風格裝修，裏面有木製家具同簡單嘅地板。佢每日都喺度沖泡高山茶。接住，佢改變咗宮殿嘅花園，從1000種花卉嘅花園，變成咗一個順應季節自然開花嘅花園。僕人們感到困惑，佢哋不明白王子點解追求簡單，但王子嘅表情比以前更平靜，因為佢已經知道咗真正嘅快樂。王子嘅改變影響咗整個杜拜皇室，其他皇室成員喺聽咗佢嘅故事後，開始對台灣產生興趣。最令人驚訝嘅係王子嘅一個新項目，佢喺杜拜建立咗一個台灣文化中心，一個可以學習中文同台灣文化嘅地方。好多杜拜公民表現出興趣，原來佢哋中嘅好多人亦在尋找金錢買唔到嘅快樂。6個月後，王子再次訪問台灣，唔係為咗旅遊，而係為咗學習。佢喺一家佛寺進行咗1周嘅靜修。佢早上5點起身，打掃衛生，食簡單嘅飯菜，冥想。呢個係佢喺杜拜無法想象嘅生活，但王子非常享受。佢喺簡單中感受到咗自由。喺靜修嘅最後一日，住持對王子話：真正嘅財富唔係得到你想要嘅一切，而係對你所擁有嘅一切心懷感恩。王子深深地點了點頭。以前佢總係渴望更多嘅錢、更大嘅宮殿、更奢侈嘅生活，但呢個並冇帶嚟持久嘅快樂。現家王子感謝早上每一杯茶，驚嘆於花園裏每一朵盛開嘅花朵，因為佢已經明白咗，嗰先係真正嘅奢華。目前王子正喺杜拜同台灣之間往返。喺杜拜，佢履行住作為皇室成員嘅職責；喺台灣，佢揾到咗心靈嘅平靜。由於王子嘅影響，好多嚟自中東嘅富人開始對台灣產生興趣，越嚟越多嘅人訪問呢個國家，尋找金錢買唔到嘅東西。上個月，王子俾我打咗電話，佢話下次佢想喺台灣住1年，不住喺宮殿裏，而係喺一個普通嘅房子裏過簡單嘅生活。佢仍然與茶館嘅主人一家保持聯繫。艾莎公主同主人家嘅女兒持續保持通話，公主亦開始學習中文。王子話：我係個王子，但喺台灣，我學識咗如何成為一個真正嘅人。從而家起，我將珍視嘅不是金錢，而係心靈嘅財富。今日嘅故事到此結束。杜拜皇室喺台灣嘅3周，以及改變佢哋生活嘅經歷，你哋有乜嘢想法？請為我哋故事嘅主角留低支持嘅信息。如果你喜歡呢個視頻，請點讚同埋訂閱呢個頻道。感謝收睇。